新北市芦洲的民众路有一条巷啊，竟然有一尾滚啊米长的大蟒蛇在散步，边啊都有一个阿妹啊，拢唔惊哦，倒伫蛇的身边骑车在耍。原来蛇的主人是饲蛇做宠物，讲饲20-30只，平常时都会带蛇出门散步，迄个小妹妹就是蛇主人的查囝。暗时啊，巷仔内有一尾蟒蛇伫咧路中咧踅，这会互人看干软脚呢。不过边仔的妹妹乃拢袂惊咧，继续伫咧边仔耍，佮我过去看，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暗，新北市芦洲民族路的巷仔，民众赶紧把这个画面翕入来。长达好几公尺的大蟒蛇就在泸州这处巷道里面爬行，而根据了解，其实它的饲主就住在这里，而且家里不止这一条蛇。说他在里面有养20-30条吧，他会背一个包包啊，身上会放一只黄金巨蟒的。原来这主人不三时会带宝贝动物出来散步，影片内底查某囡仔就是因查某囝，趁好天出去路口散步，看起来真满意。不过依照现行法规，主人带宝贝动物伫咧公共场所活动，应该爱用手法人啊，或者是其他防护措施，若无就可能违法。若查证未依规定办理，最高可处15000元罚款。动保处也呼吁饲主应该善尽管理责任，避免影响公共安全。主人和宝贝动物伫咧公共场所乱踅，可能互归类是放任的行为。万不利宝贝动物受伤，就可能涉嫌虐待动物，主人拢爱加注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